大甲镇南宫让36年搁来做招。大甲53庄的乡亲拢配合食菜、食七工，表示对神明的敬意。啊，讲一寡卖素食的店家生意强滚。大甲镇南宫经过36年举行做招活动，互原本生意就真好的素食店家，建立到餐期就有排队人潮。特别对，就是全素，等真久，因为摆足久的啊。素的要煮也比较不好煮了，嘿。大家吃素就跟着吃素。大甲镇南宫举行中秋庆生祈安7条的做醮大典，大甲53庄的民众拢会配合来改食菜，来表示对神明的敬意。我们的老板跟我们同事都很忙，然后做的很多。老板忙到10点半，然后早上起来都3点就起来开始做。鸡头1杯有啦。那么多人在吃啊，比平常多1倍。苗红嘛表示，食菜只是选择，现代社会并无强迫民众一定爱食菜，嘛希望透过信众诚心做伙来祈求妈祖保庇、风调雨顺、国泰民安，做醮大典一切圆满顺利。你好，我是宋彦明。想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紧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